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今天呢，我们节目的现场呢，来到全台唯一的这个意式的米其林餐厅哦。我们邀请到这个特别来宾哦，非常的年轻，也很优秀。我们欢迎这个玉明。厨娘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玉明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玉明要带来的另外一道料理呢，也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哦。我相信羊排很多人都吃过，但是用咖啡跟羊排一起来搭的话，不是饭后才喝咖啡哦，是把这个咖啡跟羊排煮在一起。我们来看看玉明带来怎样精彩的料理。首先我们用的是法式羊排，那我们用的只用菲力的部分。那这是我们已经先取下来的部分。哦，原来是我们一般在外面吃的就是这样一只一只的嘛。对，它都会把它裁切，弄一些那个什么薄荷酱嘛。对，没错。可是我们今天是要把这一块肉把它取下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就变成你现在这一对这个菲力的部分。哦。对。那我今天有准备八角。这个八角不是很东方吗？跟杜松子。杜松子就其实现在国外很多人都有八角。那我们现在把羊排放进来，然后加八角。这样子加很多通常我们在就是东方的料理里面，八角都只一点点而已。那因为我要泡12个小时。对，要腌制12个小时。如果只放一点点的话，我担心这个整个咖啡会没有那个香料的味道。对，没错。然后我这边有准备这个稍微浓郁一点的美式咖啡。那温度大约会在有30到40度的温度，差不多发烧的，对，超发烧的温度，我们人体要发烧的温度啊。那直接就把它冲到羊排里面去。哇，真的很特别耶！喜欢喝咖啡又喜欢吃羊排的人，有没有想过用这样子来做料理？其实我想都没想到。好，这样子要泡12个小时。对，我们这样子之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，凉了之后放冰箱，对，要冰到12个小时。好，那12个小时之后会变成怎样呢？好，那我这边已经有准备好，已经腌制好12个小时的羊排，那可以闻一下，它香味比较很特别。光这样就已经有味道了。真的耶！而且我觉得是一种好像已经很熟成的味道。对，不会觉得它是一块生肉那开始要来做咯。对，要起油锅。那我们现在用的是热锅热油下去煎。刚才是温锅冷油现在是热锅热油。因为我们要把它煎到上色。如果用温锅冷油的话，其实用这种不锈钢锅比较容易粘锅。如果今天家里有用到这种锅子的话，尽量让它热锅热油，它才不会粘锅。玉米在这边请教你一个问题，像你们餐厅一般我们华人就是台湾人，我们来到像这种意式餐厅，我们要怎么样点菜呀，才会让他感觉说，我也是蛮内行的。虽然说我们完全信任这个餐厅，但是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，我们到意式餐厅我们要怎么点菜？到每一间餐厅里面他们每个招牌菜也都不一样。那我会觉得说，如果说你今天相对的会来餐厅吃东西，你可能也做了一番功课，想要到哪一间餐厅去享用美食，那觉得也是可以去相信现场的服务人员。那可能请他推荐你有什么好菜，或是你已经在网络上看到我们有什么菜可以推荐这样子，那去做点菜的部分，因为也不要说去猜什么菜好吃什么，现场服务人员跟厨师也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你煎那么久会不会老掉？不会，因为会不会不熟？不会，待会还要让它再休息个4到5分钟，让它回温。这也是我最近学到的料理手法，就是我们煎肉鱼当然是不用讲就是一般的像这种牛肉什么就是让它，你不要一次把它煎到底，一定要让它熟，不行，我们要这个循循善诱，就像教小孩子一样，你不要想说马上让它一步登天 ，no， 像它这样子把它煎了之后呢，并不是马上就煎到全部上桌，对不对？而是让它温度再把里面慢慢的进去，对。因为如果说在家里的话，比较
不熟悉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数6秒，一面6秒翻一次，6秒翻一次，让它慢慢的去煎到上色这样。然后煎到平均上色了以后，好，就像这样。而且刚刚在煎的时候，观众朋友有注意到我们不是只有上下2面煎，我们是立体煎它，哎，对，我整个4面都煎4面都要煎到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的那个熟成就会非常的均匀嘛。那相对在等羊排回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边做寿司。那要我们下一些甘油，那我们炒酱汁一样，就是温锅冷油下去慢慢炒就好了。那到底要怎么判断什么时候用温锅冷油，什么时候用热锅热油？那今天如果你在处理肉类部分，因为我们要让它有这种酶化反应，就是焦化这种感觉的话，可能就是要热锅热油。那一般我们做酱汁跟汤，其实不会用到热锅热油，就是用温锅冷油这样子下去，慢慢去煸炒它这样子。然后再加玉米粒。其实刚刚那个不是洋葱哦，是这个像我们的那个小红葱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小干葱。就是台湾我们叫做昂苍桃吗？对，昂苍桃，只不过这是进口的，它是圆的。再来我们下鲜奶油。好，这个鲜奶油是用一般植物性还是动物性的？动物性。动物性的比较香哦。然后再下这个肉浓汁，我会让它颜色稍微深一点，所以我会调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让它这样有一点点浓稠的感觉。那手酱汁这时候完成，然后我们再来是调味。好，然后我们请厨娘。它好可爱，我下次还要再来。够吗？再多一点。再多一点。好，谢谢。不用了吧？因为如果还要的话，我就要用另外的方式，要用这样撒的。好，那我们寿司完成。然后再来就是打盘。再来下的是浓缩咖啡液。再来是羊排。真的好嫩哦！跟我想象中真的差很多哎。还会这样短的哦，非常有弹性哦。那一块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让我吃吃看吗？可以啊，太尾巴了。我很少吃羊肉，就比较不漂亮。我真的没想到羊肉跟咖啡这么搭耶。对啊，很神奇。真的太神奇了。再来是综合的生菜。下一点初榨橄榄油。哦，又要盐巴了吗？对，好，这会我要换右手，刚刚我是左撇子，撒下去，拍到了吗？再这样子撒，有拍到吗？哇，就只有油跟盐哦，没有醋吗？没有，不用。我们再把生菜放在羊排上面。这只羊好害羞哦，它还用这个草把自己盖起来。然后再使用花草装饰，然后再来，最后再撒咖啡粉。好好玩哦，好像画画哦。做一个结尾。好，我们完成。终于完成了。好，我们这么有特色的这个大理石纹的这个盘子，配上我们今天我们这只羊妹妹可以出嫁了，好可爱哦，上面呢弄了花环哦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喜欢哈。因为这个不吃羊肉的人，你倒是可以试看看我们今天玉明带来用咖啡来腌制了12个小时的这个羊排。